第8屆立法會選舉就喺12月7號舉行啦。11月7號，香港島西選區嘅5位候選人已經完成咗報名同抽籤，依家大家一齊跟住港紙記者嚟認識下佢哋啦。大家好，我係楊哲安，燃點中產希望，開創發展新機 ，Smarter Policies, Stronger Economy， 請大家多多支持。我係自由黨楊哲安，我係陳家珮，為國家、為香港、為未來，希望嚟緊12月7號得到港島西市民嘅支持，讓我可以再次進入議會。我係黃秋平，守正創新，實事求是，共融發展，築夢未來，懇請你哋嘅支持，等我哋一齊為下一代築夢前行。大家好，我係民建聯嘅副主席、立法會議員陳學鋒，今次係競逐連任立法會港島西嘅議席，懇請大家嚟緊12月7號再次出嚟支持民建聯嘅陳學鋒。我係郭偉強，我會善用18年議會經驗，力爭公道，服務市民，愈強愈強，香港會更強。12月7號，請投郭偉強。如果想知更多選舉新聞，可以睇港紙 Haki Post 地區報或者 Facebook 專頁。